大陸新冠陽性率飆升，大量網友感嘆正在陽。大家好，我係 Jason， 歡迎大家來到看香港。最近中國的新冠 COVID-19 疫情又開始活躍起來了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醒，近期咽痛、咳嗽、發燒的人數顯著增加，新冠陽性率從 7.5% 飆升到了 16.2%， 而且南方地區嘅陽性率略高於北方。界面新聞報道，近1月以來，全國多地均出現新冠流行趨勢。5月8號，中疾控發布2025年4月的全國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哨點監測情況。分析結果顯示，4月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陽性率呈上升趨勢，南方省份檢測陽性率高於北方省份，部分陽性率上升較早的省份疫情增幅趨緩。南方陽性率高於北方，這和南方的氣候、人口密度以及人員流動等因素密切相關。南方氣候相對濕潤，人口密集的城市較多，人員流動頻繁，這些條件都為新冠病毒，又稱中共病毒 COVID-19 的傳播提供了便利。從核酸檢測陽性率來睇，新冠病毒嘅門急診流感樣病例從第14週嘅 7.5% 上升至第18週嘅 16.2%。住院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從第14週嘅 3.3% 上升至第18週嘅 6.3%。從區域來睇，到第18週，無論南北方，新冠病毒在門急診流感樣病例檢出率中均排名第一。從年齡來睇，到第18週，該病毒在15歲及以上嘅年齡段嘅陽性檢出率為第一。在港澳地區同樣出現了新冠病毒流行趨勢。5月8號，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發布2019冠狀病毒病及流感速遞，截至4月19號，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從4週前嘅 1.71% 上升至 8.21%。4月27號至5月3號嘅一周，化驗所新增帶有新冠樣本數量為972個，較前一周增加134個。同期有31例涉及新冠的重症及死亡個案，較前一周增加近1倍。5月4號至5月7號，香港每天新增新冠陽性樣本131至199個。5月12號，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通報2宗兒童感染新冠嚴重個案。5月13號，澳門衛生局披露，流感樣病人檢出新冠病毒的陽性率今年自2月下旬開始上升，3月中旬達高峰，第12週陽性率為 44.3%， 其後逐漸下降，目前近3週呈現波動。第17、18、19週的陽性率分別為 12%、17%、11%， 顯示曾輕微回升。總體來說，本澳新冠病毒近期仍處於較活躍水平。港澳地區此次流行的毒株均為 XDV 毒株。上年5月，中疾控在全國新冠感染疫情情況通報中首次提到 XDV 變異株，將已監測到嘅新冠病毒 JN 一變異株分出 XDV 等47種亞分支，並將 XDV 單獨命名和統計。上年7月左右， XDV 變異株就已成為當時的優勢毒株。5月15號，香港知名歌手陳奕迅巡迴演唱會官方微博發布延期公告稱，陳奕迅經醫生診斷確診為新冠肺炎，需立即停止所有演出活動，並進行休養。5月12號，北京朝陽區疾控中心發布的健康提示提到，目前該區域新冠病毒活動呈上升趨勢，但未超過2024年峰值，流行株 2NB 一系列分支為主，致病力未見明顯變化。該流行株 NB 一系列分支同樣屬於 XDV 變異株嘅新分支。病毒學專家常榮山表示， NB 一系列分支可能會成為未來的流行株，但其致病力相較此前嘅毒株繼續下降，不會導致比 JN 一變異株流行時更嚴重的疾病，住院人數也不會超過 JN 一流行時期。常榮山解釋，此次新冠流行可能與2方面原因有關。自2022年12月以來，中國新冠和流感交叉流行。自2023年3月以來，新冠嘅流行波強度普遍低於流感，但間隔規律消失。2025年2月，中國經歷了一波3年以來最少嘅流感全國性流行，人們群體免疫力下降，
為新冠的再次流行創造了機會。同時，距離上一波流行2023年12月到2024年1月已經過去了1年以上，人群中因為自然感染產生嘅新冠抗體保護幾乎消失了。不過佢認為，此次嘅新冠流行即將見頂，不會持續太耐。5月中就係波峰區域，到6月5號前後，全國哨點醫院流感樣病例的新冠陽性率會下降到8%至10%左右，預計6月中下旬會下降到5%或以下。其實，中國大陸新冠病毒、中共病毒從來都沒有消停過。從民間大量消息傳出，醫院即使檢查出來了，醫生亦不敢對患者講新冠。中共官方一直宣稱是流感病毒，但醫院爆滿、火葬場排隊呢啲係事實。中共一直在隱瞞疫情真相。有網友嘲諷，估計係冚不住了。中國新冠疫情升溫，新冠感染又抬頭登上了熱搜。大陸網友抱怨買不到快篩劑，也有人感嘆自己正在異陽，不間斷的發燒，失去味覺嗅覺長達1週。有人話自己最近幾天喉嚨痛，又感染咗，仲有人貼出確診2條線嘅快篩照，聲稱正在異陽，發高燒39.8度以上，時間36小時以上，每隔6小時1次退燒藥，沒停過，咳嗽、喉痛。南方同北方都有網友表示，很多人確診了新冠。我在南方，身邊同事有陽了。早上去看醫生，醫生說非必要不要住院，現在好多陽人。坐標北方，5·1嘅時候全家輪流，現在爺爺還未好，還在咳嗽。清明節前，我陽了，東北從來都冇消失，可能5·1人口大流動，它又活躍起來了。病毒越來越多，人類需要自重。和最初的毒株相比，已經變得易傳染加低毒了。北京極端天氣正在上演，雷電、冰雹、大風3預警齊發，將遭遇11級大風同大冰雹。北京5月13號狂風暴雨中層突降大冰雹，一啲形狀似冠狀病毒冰雹。有評論質疑是否係新冠，又稱中共病毒即將大爆發。5月13號北京雷雨交加，中心城區、昌平、海淀等13個區下起了冰雹，多地係雞蛋大小，仲有小籠包大小嘅，甚至驚見手掌大小嘅冰雹。同時局亦出現8級左右短時大風。從北京網友發布嘅圖片，有多人被砸傷，大量車輛遭嚴重損毀。據報，報險數量很快破萬。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，北京市氣象台16號9點15分發布雷電橙色預警、冰雹黃色預警同大風黃色預警。雷電橙色預警，午後到夜間有雷雨並伴有8至10級短時大風同冰雹。冰雹黃色預警，15點至23點部分地區可能出現分散冰雹。大風黃色預警，16號、17號局地陣風可達10級以上。京津冀局地將有11級雷暴大風或大冰雹。據新京報最新消息，華北即將迎來新一輪強對流天氣。16號京津冀局地將會有11級雷暴大風或大冰雹。中央氣象台預計，呢次強對流天氣主要影響時段為16號午後至前半夜，內蒙古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地嘅部分地區將有10級以上雷暴大風或大冰雹，最大風力可達11級。其中北京強對流天氣主要影響時段為傍晚到前半夜，同收工高峰期重合度較高。乾淨世界平台自媒體第三隻眼睛15號發布視頻稱，5月13號，北京多地出現罕見大範圍冰雹。北京冰雹好大衝上熱搜，視頻中一名北京女子手舉着一個大冰雹說：北京突然降下巨型冰雹，比鴨蛋還大，最大嘅直徑超過了5厘米，真係嚇壞人了。北京海淀、石景山等地出現了密集如湯圓嘅冰雹群，西城區出現雞蛋大小嘅冰雹，有市民測量有嘅冰雹重量超過30克，有嘅冰雹好似小拳頭大小。仲有形狀真嘅有700分，看起來似新冠病毒形狀，係唔係意味着冠狀病毒又要來呢？4月17號，作為六朝古都嘅南京，亦同北京一樣，在接近30度嘅高溫落起大冰雹。據現場圖片，
南京呢場冰雹同2020年嗰場罕見嘅病毒冰雹有點神似。第三隻眼睛表示，近年中共國可謂異象頻出，雹災更係年年降臨，以往從未出現冰雹嘅地方亦會有大冰雹降臨，呢個絕非偶然。其實從中國古人天人合一嘅學說來睇，災難越來越嚴重，越頻繁，原因就係因為人心變壞了。第三隻眼睛最後講，所以回歸對神嘅正信，重拾傳統道德先至係改變天象嘅關鍵。希望人們在最後嘅時刻能讀懂上天嘅語言，明白創世主嘅慈悲，遠離邪惡，保平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共官方承認目前新冠病毒活躍。中國疾控中心5月8日發佈的4月全國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哨點監測情況顯示，3月31日赴5月4日門急診流感樣病例中，新冠陽性率由 7.5% 升至 16.2%， 也就是說期間增長2倍多。4月14日至5月4日3週內，新冠病毒排在門急診流感樣病例就診量的第一位。